哦，个人不同的地界，这拢是一个拢是一个念念的念啦吼。所以这叫到底，你的心会清清嘞。本来会本啊，但是唔本呢，因为这物件来互你啊平安，就参着讲，咱带闺蜜去啊，去做最后一项，去嘛是心里作个，讲你嘛要安怎呢？笑面去呢？去了后，因为人工血管，人工血管伊嘛做注意的，但人工血管甲倒一个迄个生理实验水，你甲同迄物件，但是迄个混，就是对迄个生理实验水造入，造入伊敢有看到？迄是无看足细微无看到，但是你无看到的情况当中无，无看到不到迄个当中啊。你看去笑伊去，但是迄支啥做了后，我拼创，啥味道？伊迄个产能已经几年内底，内底堆着迄火一直跳，一直跳。所以呢，因为黏土、黏烧、黏白啊白袂起，迄个个叶不生疼，根不生疼，太厉害，不能下厉害。不能厉害。我比如咱听无，就是咧讲，咱的修行。本来就是参照蔡经理去做事业，咱像安尼去，但是咱互外口这真相的物件，七情六欲，这个叫做六根，这八识这物件，咱引用过了后，咱人就袂自在啊。咱人来到这世间就分别啦，就计较，就比较，但是这物件就比得出来有理念啦。蔡经理的理念那袂好势，咱就是理念，咱的自信那袂好势。咱的心情那袂好势，所以甲你讲，妄灭虚假名，这个妄灭一切凡有相的物件，迄种方便感，安尼听无？所以你若做看起有一句话咧讲五法六七各有专无？但用名言无实性，若如转不留情，凡冷冷处那听听，有这句话无？第二句也怎讲？伊讲。伊讲但用名言无实性，迄个名言是啥言？迄个名言就是讲足有名、足有价值的名，咱有听就是讲无实性，咱就感觉这种是一个妄灭的假名。伊若讲，迄是，但是迄是实相，实相是伫无意想内底物件，所以迄个名讲要晒出来，就是讲，伊个但用名言无后边有叫做实性。迄个叫做方便的力，方便的力，迄个叫做妄灭虚假名。但是，咱今日立足这名称，就是互你参照一个牌仔。这个牌仔后来解释叫做功夫，功夫啦。因为这个功夫离这个楚人到批人过，咱同咧牌仔敢毋是？你若你离楚人到批人，你睇下牌仔好条条，那安我请问。你会当上花买，因为迄个牌仔是叫方便的方便的物件。你老讲跳过咱就只牌仔，今日买咧功夫尔，敢毋是？你若是收过，咱就只牌仔，所以迄只牌仔是一个功夫。但是你要过工，一定要只牌仔。因为咱今日要明心见性，咱今日咱有一个佛性，这个佛性是本来有种佛性。是安怎咱立这个名？因为咱已经失去了咱家己的方便，所以咱少着圣人的智慧。圣人讲一话叫做名言嘛，圣人的智慧，甲咱宣传，甲咱鼓励，甲咱甲咱迄个时阵迄个叫自卑。但是咱对圣人的智慧，甲吸收伊的物件，甲吸收过来，伊写出来叫做文字。妄灭，迄叫做方便的，迄个叫做方便的安利啦，方便的安利。但是因为世间的人就是安怎，就是伊执迷这物件，执着啦。所以咱一句话讲，我若不说文义，世人死在人的身上；我若讲文义，世人死伫文义身上。安尼听啦就讲我若用这个文义来讲。就讲我是无真正安尼想啦，就当咱超越做落来经典，你若甲学啊，你敢袂当超越超越？你甲读1000遍、读10000遍，
你若要用你的自信，用你的自信去体悟这本经义，你经义的物件甲总要互你家己的智慧。你要晓得，就亲像啊，家庭就有讲话啦，家庭就有讲话，你听有无？咱摕来食，咱摕来食，但是咱家己嘛毋当摕来食，这什么意思呢？伊嘛毋知影咧，啊，伊惊他咱摕来食啦，啊，伊惊会晓讲话，迄个讲话伊嘛毋当咱摕来食，这什么意思？哦，啊，所以呢，因为伊惊会当学迄个音，会当学迄个义。啊，你学迄个音，啊，你若读册，若读迄个音。读迄个音啦，啊无了解迄个意，啊，你读个物件，这就是啥好？你想咱做一迄个咱菩萨，伊拢咧想看出去咯，但是伊毋定啥，伊啊无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伊讲我毋捌，啊你若叫伊念，减一支都袂无伊，伊咧念咧，不念起来吼，叫咱像咧唱歌咧都袂歹听，但是你甲讲意毋捌，但是因为咱讲一句讲。上经不如刚经，啊刚经不如教经行。哦，这是圣人甲咱讲，你上经毋是唔好，这是圣人的智慧。啊，你上经干嘛经义？哦，啊上经意思就是啥？伊有一个意思就是讲，要互咱清净，互咱这个心清净。所以有当伫迄个伫佛同时，伫上经法有分做4种，一种叫做持名上法，一种叫做观想上法。一个观想受法，观想受法，一个做定受法。因为上经方法分做4种，不过这4种的上法就是要创啊，就是安尼这心的清净。哦，可能这是因为这心太乱嘛，我都讲去说这物件，就是讲你这心清净嘛。啊，来讲，若做面来讲一句讲，啊，那东方人上经到西方。啊，若西方人呢，做上经要对，我要做伫北方去哈，所以伊甲你讲是讲，因为你去修学课当中，所谓经义是为着咱个众生方便设立，安听无？但是咱众生因为设立这物件，我即本经方经，伊讲咱即本经法会成佛，你若无了解经义，读100摆、1000摆，你嘛袂成佛。安尼听无？这本经会当咧成佛，这是叫做无名提假名。这是一个文艺，你已经摕着这个物件了后，你袂使再接着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文艺叫做俗，灵俗的俗，好，所以入文艺啊来呢，破除文艺，啊才建立这个文艺是俗，所以咱讲入俗、破俗，咱建是俗，安尼听啦吼。入俗，因为我若无入这个名义俗，我毋知要对对开始。因为我嘛毋知对对开始，我毋捌啊。但是咱入上咧，咱世间的人就接上啊，你听无？哦，接伊啊，敢若接死伊啊，安尼变成有咧放。人好个讲爱破俗哦。我即个物件，即只牌啊，我已经到目的地，你袂使再坐牌顶啊。你牌会甲放面嘛，以后你若爬入去，敢是？迄叫做破俗。啊，你破俗，你破俗去了后，你就变上吼，迄叫做见识俗。这个文艺我讲，我写出来文艺对不对？好，无名这物件，已经的无名，我写出来，这对就要创啊，就是我能方便学法，了解真理。但是我你已经有学啊，有研究起来，我这文艺爱杀掉对不对？好，入俗，啊来呢扫俗，有扫俗甲扫无，啊无伊就是咱看着古板的实相。人乌讲本来无一本啊，菩提初心不如清净啊，就参像安尼啊，有清净无？拢清净啊。但是为着要成全咱大家，要成全咱大家，所以我不停地写，咱大家已经了解对不对？但了解了后，我若有要讲甲七个吼，要讲七个，袂写一个啦，袂写袂落来啦。所以，这个七天了后，回归伊的本体，得回归伊的原来。道理就是安尼讲。哦，这个咱若去体会着，安尼考虑就好了吼。啊，体会着，其实我问你讲，啊，你就知影。啊，所以过去的圣人，就是用少数来咧讲道，但是因少数来讲道，伊家己讲哦，欲见主俗，
欲见主相，安尼听无？欲见主相，欲见主相，欲见主相，欲见主相啊！吼，这线啊来回想，这个线即见如来。所以，你去了解金刚经的道理，你一定要了解伊安怎讲。欲见主相，这个一切相，一切相。什么叫欲见主？这个主的解释是，注意啥是四万嘛？一切相嘛，一切这就是相，对不对？但是伊这个相就是方便的案例，就是咱妄念伊解名。但是，安尼欲见主相非相。伊我照着这个相来咧讲物件，非相，这个叫做化相。因为这个相若要破掉伊，你搁这物件，你无法度看到你的即见如来，你无法度见到你如来这个发生现象。这叫做三天道理，欲见主相非相，这个叫做缘起，这段叫做缘起，缘起啦，这段叫做成空啦。缘起时空啦吼，缘起，这个缘就是种因缘的生法。但是你因缘的生法当中，你有法度能了解成空无？成空的道理，是成空的道理啦吼。什么叫做成空的道理呢？就是你看有你这个相的内底当中，伊这是一个方便的案例。我看相了后，我无甲接着这物件，我会看到我家己这个清净。来发生，哦，毋知讲凡所有相即是空，凡所有相，妄入其假名。这个妄入其假名就是讲，佛陀入遮济，了49年中间，迄偌济你敢知？3宗12部经，迄内底甲讲来，你讲过来4人嘛袂了。哦，但是因为这物件，你若一步一步甲6个月咱。各位了，咱挑选，要不然咱挑选，因为这物件是为众生方便的安例。你若开悟，你若明心若见性，你何必遐物件？遐物件无离开这物件。所以，那入金刚经的21分的内底当中，不甲说说过的欲有人言，如来就是说70公分，可以讲。不能解我所说哦，所以讲，这是为说是名说法。不，你金刚经21分就讲这道理。伊讲说无对，欲有人言，确实有人咧讲我如来就是说法，70公分。奇怪，咱今日这本啊怪怪呢？我3个3，你若到3个12部经。3宗12部经讲遮地方，我是咧赞叹佛陀，但是毕竟道理我去讲佛陀。是安怎讲？是因为佛陀，人因为无执，你甲讲佛陀咧说法。佛陀是对众生方便的案例，因为伊过了我就执物件。你讲佛陀，你甲看佛陀的经来假吗？佛陀咧执迄物件吗？佛陀无执迄物件。所以呢，这一个方法，因为你无了解佛陀的境界，你嘛无了解佛陀咧讲经说法是应机而说，你嘛无了解。你今日甲赞叹，但是我落力一个甲诽谤，所以这位部分诽谤是什么原因呢？我不能解我所说，你这个人众生你无了解我的说法，而且因果，安尼对啦吼。所以这段话就是咧讲修行道内底当中，这种叫做讲破相入理。这段话你若捌，这段话你若捌会了，其实你就明心见性。所以若早甲你讲因缘拢一寡物件妄入其假名，所有的原意拢总是一种方便众生的案例，听无？咱今日众生有病。心有病，爱需要发展了。
但是因为你的众生的变法，迄个法来伫你开悟，你敢来得法，免啦吼。感冒药是毋是治感冒的？啊，感冒你摕感冒药来食，感冒好啊？你敢落落摕感冒药来食？无。我食食咧，多急药生病，迄叫做急药，急药。急药啊，哦，佮生病，哦，即个就是道理。你因为当中，你若已经少着即个问题，你若已经了解道理，哦，你看即个上了后，你只有迄个清净无量的物件，迄个如来是造出来。但你即个面，你伫思想中你若无真正即个物件好会了，啊，你叫做执着，变心。咱今日病挺好啊，啊，咱继续咧食感冒药，食到尾后发现咱咧西药吃，愈来愈严重，所以叫做哪？叫做烦心。所以不离经光篇里第6分就来讲，如来实理实见是诸众生，无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业为佛相。可以讲，欲心处相，即欲我。人众生寿者，后壁第句话那个欲处法相，法第一叫做我相，欲心处相，这叫做我定事相；欲处法相叫做法定事相。安尼听有啦吼，即法毛分的事相呢，所以讲欲处非法相，那处着即个法，那非法相叫做非法相，后壁讲心事相甲法事相已经。哦，安那你甲规定胃口啊，就对啦，就执啊。但是你执二空个舌头，倒转来执2空之空，迄叫做哪？非法相。道理就讲个遮妙，迄叫做非法相。哦，啊，我得欲心处相嘛无啊，心的事相嘛无啊，啊，法的事相嘛无啊，啊无，就无就好啊。你可以就执一个2空之空。安尼听有啦吼，迄个卡搁去即个2空之空，所以毋咱伊尾来讲，你已经 PQ， 恁这个 PQ， 恁这个修行人，依我说法，你爱了解我讲道理，如法如者，我着用即个牌啊来做比喻，法就是牌啊嘛，如者就是比喻嘛。如果法上印象，即个会当公用的。欲心处相，欲处法相，即个会公用的法爱促销呀。何况无公用的法更爱出啊？何况无法相？哦，啊，所以呢，伊即段话就来讲，伫修得了无上的内底当中，你的心你进入到清净的内底当中，一切物件拢袂当了。所以后壁提讲一直啥名？即摆来就是妄入其假名，即就是讲一切所有的名相。拢是因为未卖众生伫安立，安尼听有啦吼。你若感冒一切法对你来讲起来，即种物感冒药就为一切感冒人的设立啦吼。啊，你无感冒，你摕感冒药来食会创啊？我头拄听，佫头有问题，我会把你比喻来，你应该听较有啦吼。啊，所以呢，因为后壁句话安怎？何论是实义，第二句话讲。什么叫做真实？真实叫做无虚，一真一切真，啊万境诸多。迄个真就是有够内意境的内底当中，因为伊无因为什么叫什么真，因为参像即粒日头，哦，即粒日头，伊26时中就是迄个所在，伊从伊无改变，是因为我甲你讲，即粒地球，就因为有一个公转，有一个自转。转去这边照着，咱讲叫做历史；转去迄边无照着，讲叫做永暗时啊。但是对这个日头来讲起来，有关系有无？所以，迄个日头叫做实相，哦，那边叫做无极。啊，你咱这个地球转去阴，转去暗，转去阴叫做暗，啊，转去阳叫做光，叫历史，安尼叫做阴阳，安尼比如来听有。但是伫阴阳的内底当中，就会当分这个事相，
所以万物天地人物，万物得伊啊形成出来。若无即个地球，若无即粒日头，而且迄个24小时内底当中带发即个热量，咱即个地球变成叫冰冻地球。咱即个地球嘛，万物袂生咧淡薄死了了咧。即个海到一个海嘛拢变成即个海水嘛拢变成冰咧。即个地球变成无路用，无路用的即个地球。变成会不会所以咱今日你要了解。这个比如就是讲，比如甲你比如咱有一个主席，就是参像这个日头，安尼尔啦这个日头就是讲叫做真实无虚的物件。咱的主席就是这个日头，比如咱地球歹去，咱地球崩去啦，这个日头崩去无？日头甲地球日头甲地球是无关系伊是20分的咱即个把这歹去，和咱的自信有关系无？当然无关系啦。咱得去过身尔嘛，因为咱一般顶个人看就是老死啊，头死，头死才过身。若死到就伤就落，若死到就无轮回。咱看死，无死啊。咱讲的是咱人若8岁了，倒面叫做过身，过另外一个身躯，是你这个身躯的过世，活的身躯、活生的身躯、必受的身躯、阿修罗的身躯、阿罗汉的身躯，过身身躯尔嘛，安听嘛所以咱这个自信，我过去甲讲，咱这个自信是无歹，无歹去啊，袂歹。真实的物件哪歹？这个为何真实？这个真其实就是迄个自信呢？真实不变的定义，这个自信，这个叫做自信呢。因为咱官顶人毋捌，咱在做，咱今日叫卖卖，咱今日日当中遇到讨论了后，咱大家嘛讲追求物质尔，声色、名利，追求富贵，追求荣华，追求这物质尔。这物件叫做哪？这物件叫做俗，凡所有俗物件，毋叫做习俗。世间的人就执着这声色名利，因为伊的自性中这个自性，这个太阳，就变成愈来愈黑。太阳无黑唔对，是因为咱的乌云，咱的业障愈较愈重，卡到一个乌索索。人这世间咱人的命就无相像安尼是咱变一个自信人的命，咱无相像，因为你念的有三角，为你念较深，为你念较浅，为较有福报，为较无福报，为因缘较为因缘较歹，对不对？所以你想讲，我今日会在后面在讲课的时阵，我倒去看大陆一个 YouTube， 伊讲山东一对阿某当结婚尔无结婚咱阿某是温爱足好的对啦但是当中呢，我有4个土匪这土匪这有哪呢？食饱都无咧做代志专门咧糟蹋人这个啦，向乖上济岁22岁、21岁、22岁，我3个成年，一个17岁无成年。人阿某结婚了后去山东有一个所在，甲买一间厝，知影入去怎刚入来就开了死，3、4个查甫人，刚轮干一个查某，2工啉呢，啉了从8点钟到尾迄个天昏一个甲太太死，伊甲煞煞死，我死拢无，我讲法真正，真正比土匪较土匪。所以咱人即个物件嘛有，即个物件就是就是因为伊看到迄个物件，伊的厝嘛，伊的兴趣嘛，惹出迄个梦想嘛，梦想就是伊不足伊不休3层叫完饲我，太太我死了，较无，反正我做出来无即下了另外咧庆山咧，太太我死人可能较毋知影，结果人3点外钟人死，这3、4个都捌了。所以这就是因为咱人伊嘛有一个不幸，但是因为伊的妄作，伊的这
做一寡违背良心，所以因为咱人所演化出来当中，伫这个世界，全命运有形象。我嘛常讲，这个世界有70亿个人口，但是演变出来当中有佛、有菩萨、有辟支佛、阿罗汉，哦，有天神、有人、有阿修罗、有无比的有种神的有地道。这段啊，十福界人，这个地球人有这样子，但是当然，你本来70亿个人口拢是利益道这边有一个出现。不然咱利益道内底6万年来分了，你话大概700亿啊，抢啊、劫啊、跑啊，像今年旧年的迄疫情啊，我听讲的时阵啊，这个我较早日听着迄个咱一个讲师陈思文讲，讲伊看网络，讲惊死亡的有56万啊，美国的，但是是毋是讲惊讲美国有56万，哎世界有200几万，当然这网络你也知影。但是你这个世界当中，着迄个疫情的物件，着疫情，无死着疫情，讲死有几个万人。这物件我看着泰国，连续3个月，咱泰国有得着，咱用英文啊，我拢会甲处理。你做业，因为有900几个，你昨嘛900几个啦，今日1300几个。伊讲目前种泰国有英国的迄种的变种的。迄个咱哪呢？迄种病毒啊，迄种变种的病毒，就是互你目睭无当看。那叫做一个名叫做无形的冠状病，无形冠状。无形啊，迄你看你要抓嘛抓袂着，你要治嘛治无，然后就要治去。就有讲无，这个世界，每到这个所在啦，这变成一个世界花呐，全失掉。你若讲惊一个新冠状病毒。有法的新冠状病毒药发明出来，对不对？药发明出来，药发明出来开始慢慢控制。但是因为伊这个哪呢？伊这个病毒真巧呢，都甲你变，互你治袂死的。哦，你愈发明，伊愈变，伊愈走，这种还变甲一个无用的。嘛像咱人足巧呢，巧什物件？你要了我无你了呢，你要害我无你害呢。哦，有可怕无？咱若是讲一个国家咧相戦哦，你比伫对，我比伫对哦，咱知影去处理吼。这个病毒是非你无发现的所在呢，但是非你无发现的所在当中呢，着了后，一个一直倒去呢，恐怖无？比咧战争较厉害呢。所以这个就是哪？这个是叫做世界重要，世界重要。但是这就是讲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得着温暖。所以因为到这结束性的咱讲，所以咱大家要有这个认知。所以呢，因为咱今日这段话来甲你讲，为何为真实义？什么叫做真叫做无义？迄个实义就是讲真实不变的迄个定义叫做实义。唯有过良人，迄个唯有过良人就是讲，你要了解迄个自性的道理，唯有迄种的开悟的人，这个过良人叫做开悟。过量人就开，咱有开悟，咱能了解这个道理。咱无开悟呢，咱听着嘛袂啥啥，咱听着嘛无啥啥，咱听着嘛捌。所以呢，因为这个甲恁讲就讲，你今日去若会当真正去了解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初心了了生活道理，那安尼这个叫做过量。所以当时你会记得你第一份达做观经。为师书，恁问迄个六祖会经，伊讲原文发表，有出话安讲无？原文发表，我要问是迄个法的重要性，迄个法的重点就对啦。这个法的重点叫做哪？叫做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初心伫了生活，这个叫做法的重点。法的重点，这叫做讲自性，嘛咧讲。何为真实义？嘛咧讲这真实不变的定理，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呢，你若要了解唯有过良人，但是通达无处想，这就真艰苦呢。通达无处想，咱伫金刚经有常话安尼讲呢，伊讲诸我地
菩萨苏摩地欲菩萨令通达无我法者，是如来说定真是菩萨，有这句话啦吼。伊安尼讲吼，苏摩地。金光了第17分9.55分内底当中讲这段话，这段话就是讲这段。伊讲叫啥说菩提？你这个菩萨，你达到这个观念，通达无我，通达，因为以前有一个叫做通达啦吼。无我法者，是如来说明。真实的菩萨，真实菩萨，真实的菩萨啦，真实菩萨啦吼。这道理来讲就是讲，你无我定思想，这个法叫做法定思想，少三心不读思想。过去心、念的心跟你的心，这个三心都思想，我想人想，这我想我想，但是法无思想，法执就是一菩萨，我执就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我定思想一定爱空，这个阿罗汉一定无我定思想空袂当执，这个阿罗汉。菩萨因为伊若无法定思想空，伊袂当得到菩萨，所以苏摩地因为佛陀介绍苏摩地。你要知道这个菩萨的意境，一定要为了我定思想，为了法定思想，叫做无我法者。这句话听讲出来，通达无处想，嘛就是咧，因为六祖大经就是照着金刚经这段当中，来讲出，因为你通达就不要脱掉了，你无执迷我定思想，无执迷法定思想，所以，你通达无我想、无人想、无法想、无思想、无这两种的思想，唔但不像我跟你讲，你经讲迄个第6分的内底大家就讲，若心处想，即着我人就是这就是讲一段；若处法想，即着我人就是讲一句话，讲一段。所以讲若处法想的，这个空啊。因为你第三道的，我这麻烦我做执着两空，这两空的空，执着两空空嘛，就不定思想。所以这就讲一定你袂使执着物件，所以要找到菩萨，一定安那，一定你爱无执着这我定思想，无执着定思想，这句来讲，灵通达无处想，无处甲想。因为有处，那是有处的一个想，有想的一个处，这个对应过来物件。所以呢，因为咱既然你要到菩萨当中，你要通达无处想，后壁我讲啦，是知你会知影。伊即句就讲是知，你要知影啥物件？我问法，一结着运用这句足重要。咱今日咧讲就这物件，这叫做运用法。我过去我咧讲。这个叫色、声、色、相、形、色、
有无？这叫做五运，哦，伊即句话叫做你爱知影这个五运的内底。啊，五运内底当中呢，就是讲叫做色受想行识，叫五运。但是当中呢，后边即句话怎讲？一级稳中吼，你这个稳，这个五运的内底，这个卦是讲啥物件？这个卦是讲这个讲这个色。那么这个色，这个物件拢袂通。哦，咱早头，早头咧讲就是讲这物件。这五运的外口，搁一个物件。当时的迄个行，甲迄个新人，迄个记得，伊就是讲，伊有一个疑问，就是五运的外口。都有一个物件，就是讲五运外口就五运啊，外口这个物件，就变大变对吼。但是伊无了解五运是一组的物件，毋是伫五运的外口搁一个物件。所以我过去甲你讲，这个色空不二，受空不二。相空不二，行空不二，色空，这是色空不二。而这个物件，这个空就是叫做空色，这个空就是叫做清净无量。你色空，这个自性了后，你这个空性的自性，你看到一切色相。无理念叫做色空不二，叫做断掉什物啊？万缘。因为万缘当中，就是因为咱今仔日去互外口的表象、互色相的理念了后，所以你今仔叫万缘甲你抛弃。所以呢，因为受空不二，色着定，因为你的受，就是你这个空用你的清净本体去甲受。你这个心就参袂起，但是你这个心若用一个复杂的去甲修，后壁出现麻烦。所以相空不二，迄个相空不二，迄个长空间，咱的性袂空间的原因就是啥？咱想迄个杂业，咱想迄个是非，咱想到咱一个心袂清净，所以咱无一个清净心，无这个空性去甲想。行空不二，就是你开始要动作要出来，迄个空，你行出来，要行出来，所以咱要做好甲做歹，这条心要甲你出来，对不对？我今日要杀人心，这条心行，这条心行出来去杀人。我若这个心有这个空性，有清净的本体物件，我行出来拢是正派，拢叫做正道。但是你个心若行出来当中，若歪过去，袂能歪去。所以呢，伊叫做色空不二。这个色就是呢，这个色，这个色，这个色，这两种的物件爱看好。这个叫做外，这个叫做内，这个内这个叫做分别，分别。如果若这个五运，若无这个五蕴，五运，就是因为这个主宰，这叫做分别。若无这个分别，这物件拢袂通。这个色就叫这个受想行识，这个控制。这个受色受着，受看的外向的色色，咱就马上产生一个想想。咱想，想，就我拄则讲的讲，迄伫咧山东，迄3、4个少年啊，伊看到了，这怎么这水，想着。就开始要行，行做就是啥？人才来死，含伊到尾嘛是清杀，伊到尾嘛是叫害了了。所以因为伊这就是无空性，无清净，就是因为歪高心，所以行就叫做歪高。什么物件？就是因为这个行的这个色，因为这个色，所以因为这个色无正，所以色叫做分别。所以咱立做大家看哪？欲明分别，诸法相，即是第二道。
欲明分别诸法相，欲明分别诸法相第一不动。迄个第一不动就是叫做清净无量的，迄个第一不动。但是咱我讲分别诸法相，诸法相中叫诸法相叫大家理解。咱若安尼当中，咱我都达到所谓迄个清净无量法，无可能。所以咱伫世间当中，是我当修持咱的清净，咱的无量，就是因为咱的方向对，咱的梦想对。所以咱甲咱六祖同来讲，欲明转处，若能转处，不留情，无留情。哦，什么叫做转处不留情呢？因为你这个色甲转地，转处嘛就转色转，这个地甲转色嘛，这个色甲地是同一个物件，是因为你甲转解叫做正念，叫做智慧，甲转到邪念，叫做色别啊，把你色鬼，就是这，因为你无甲转去变成这个物件啦。啊，所以来讲，欲明转处不留情，这个情就是咱今日离这个世间就是讲情感甲你养的。虽然我咧修一个正，但是啊，这是我的什么物件啦？所以有我上悲上众生上寿者上，哦，啊有我的我慢啦，我的我执啦，我的我见啦。拢有这叫做啦，这叫做拢是情。欲明转处不留情。好，咱看到迄个功夫过。较早，咱西庄一个陈经理，我听者嘛真感动啊。伊有一个查某囝，这个查某囝伫个，迄查某囝会起笑，知啊？啊，若听一个我一个左边啊，一个巴肚中啊做。但是迄时阵呢，因为西庄的走，定仔走去迄个溪底咧甘蔗园里吼，迄规面都找无人。有一日，陈经理的当中，妈妈在咧出国，哦，啊，迄个左边啊抓起来当中，伊要走避的时阵啊，迄个咧甘蔗，要走避迄个溪底咧，咧就清气啊。啊，较有诶当中的迄个，所以看做立法局啊，立检文书吼，伊过去是一个人才嘛，啊，因为检文书要出国，啊，家内的代志拢嘛人才伫咧斗无饲，安尼。但是迄个时阵抓起来了后，伊妈妈在，陈经理就去回去。但是迄个时阵呢，因太太甲讲，你这个囡仔这严重，啊，你敢行会其他？我敢行会其他啦？陈经理甲讲啊，我若治的会好啦吼。啊，当然，啊，既然我治的若袂好啦吼，我治的毋是小事。啊，我都无去袂使，我若去，你有代志了叫电话给我。好，陈经理啊，同我看咧，好，啊嘛是个时阵啊，去菲律宾开刀。这是因为若能转处不留情，把小情转叫做大情。这种嘛是无简单的物件，咱听了嘛，过年前8只，伊就咱，吼，咱看到是真感动。咱是若像经理无，吼，迄个咱师尊老大人还是迄个师傅老大人来讲，背着慈悲种嘛吼，去到菲律宾，哦，弄啊拍一拍，啊，伊迄当时个骹咧行摆，啊是安怎？因为迄阵伊个身体有出异样。毋过呢，因为伊无因为伊个身体有异样，迄物件都甲搬过来。拢啊搬一堆就大堆，啊要搬过创啦，搬过菲律宾咧地亲啊，食塑料啊，食素食啊，我食逐足健康，食充欢喜啊，会当拿出来办得啦。前8只就是这个主题，叫做背着慈悲走。哦，迄叫做哪？叫做大。啊，我来讲一个较简单的讲，若能转处不留情。我这个做一个较直接的比喻，咱真有迄个叫桃心木，对不对吼？桃心木若即马开始迄个冬天要转的什么件？春天嘛吼，迄叶啊，逐叶来挂落，叶啊挂到无关叶，咱开始吐新叶，敢是安尼吼？
但是因为那个想法歹个，迄个冬天节，迄个冬天节过了后，秋天开始来，迄个到春天开始来，所卖酒盒大家拢毋啉，迄有金额收迄一杯是好个。我咧讲就是讲，迄树仔药就是伊时间到，伊就真正一直爆咧。伊无一年我大日才，我要去大年年啊，我要今早才停年年，哎，我今早才去大一年啊，伊无，伊逐天就活到无看遐，来安那，对，迄个欣欣向荣，伊个大个当中，哇，一片个当中有够水个啦，你知影？下晡当去迄个咱我头迄个小阳明山遐，哦，然后我都会去遐行，但是3月前到3月后。真正3月前较看吼，啊，搁一落红叶，3月啊，去较看，规个看到无看叶，规个啦，规个整条山拢总生叶出来。我这个意思咧，甲你讲就是讲，咱人我当上迄个大前货，因为咱真正放下了咱一切，我毋甘即我，即阵手啊，即个叶，若后尾来甲讲起来，我一支手。我是一骨，对不对？那红尾来讲起来，虽然人放伊一支骨，放一支手，但是因为伊若要放下这个物件，伊若要放下这个物件，伊无法当生生不息的另外一片足青水的饲料出来。所以伊才会牺牲了，伊才若顶面是足水的物件。咱今日就是因为咱甲伊的离这个世界所学的，咱积一大堆，咱无当放下，这我一定一定。所以定一直了后当中后咱未来当中的迄个世界变成咱个讨论的世界。咱我逐个解脱的世界，咱伫迄个菩萨位，52菩萨位，我过去捌讲，伫迄个30菩萨位叫做哪？叫做十愿；伫40菩萨位叫做十回向；伫50菩萨位叫做十地菩萨。迄个十回向就是讲，你所有的物件拢莫放下，回向给大地的众生。你回向给大地众生，你功德大是大。老前人讲的，不主功，但是真功；不主德，但是真德。你今日把你一点的水，落入迄个大海，甲大海融合一体当中，迄但是大。你今日一粒米，含一滩米，假的好做一滩，迄但是大。你这个米，你甲这个米，迄叫做不足以。但是咱家己这粒咱放袂下，你听无？一碗叫做一碗，指我嘛，咱叫做一碗，这个碗，哦，那叫做哪？因为咱今日这个碗就这个成个手，因为你转这个转袂入来，好，现在你转袂入来，你唔甘，好，因为做实巧的嘛，你做啊水做硬的嘛，你我做硬的嘛。啊！你去叫我办当中，你放袂下袂？放，所以众生就人不如见咧放下，哦，少三心，啊来咧，去思想，啊三心就对起心念，就心甲离个心嘛。哦，本来咱对起心个心，心甲心30年、50年嘛啊是。迄个人当中，一年前我50年、30年嘛，在咧想啦吼。迄个人欺负。我真正足痛心的，我30年、50年，我嘛爱管分的，当时安尼，人陪即辈就无去安尼。所以咱今日咱的心活脆弱，咱的心真正足脆弱的，是安那？咱放袂下，因为咱就是咱是太强，就我拄则讲，实强地弱。啊，你这个稳中我，这个稳中我就是我运内底这个我，就是讲这个实，吼。毋通来讲，你会知影我运法内底稳中我，所以伊头前就是咧问讲，迄个记者就咧问讲，迄个我运的来外口阿倒一个物件，其实因为伊偏离我运的真实意思，所以无了解吼。那因为以前我就甲你讲嘛吼，我运的内底当中，这个叫做我，咱知影，吼，伊若当转地。吼，是咱的主色，伊若转色，就咱的色心，吼，啊，因为咱若转地角一个物件，这个手，安尼叫做正面对不对？安尼叫倒面对不对？共这个手，啊，
啊，这个手正面那种叫做正向，啊，比如叫做正向正能量，嘛叫做正向。啊，这边啊叫做背，啊，但是咱若当转世转变为正，好，咱用做的。啊，若转变，咱若转正为变，安尼会用无？所以咱的人就是呢，迄个变的转处，要安怎把识转地？六祖来讲，欲言转处不留情，就咧讲这个道理。咱转的袂变，所以呢，外现种实相，伊讲外口的事呢，拢是一个阴正相。凡所有相的，拢总是阴正相。哦，就以实见我，就以阴正见我，就以色，色就是讲一切形形色色，凡所目睭看到，拢叫做色。欲以阴声求我，咱今仔日目睭看袂到，唔通听得到。哦，甚至香味，目睭看袂到的，啊鼻啊鼻到，这拢是病。那叫做色声香味触法，有这个六点。色就是讲一切就一切见我，一切形色色。声就是讲咱今仔日目睭看袂到的，咱惊听到声。这种是病，这种叫做声病。迄个味，哦，迄个味，口味，咱咧食有无？迄个膻，迄个香味，哦，我食这个味足好诶，迄嘛叫做定啊。病人咱讲没有分别，他，哦，咱要一家煮肉三家香啦，或者一家煮肉万家香，较早咧介绍迄个呐，迄个导游啊吼。我一点啊，咧出发就10家芳，就是万家芳啦吼。迄个芳的芳哦，就是讲啦，迄嘛是讲定呢，迄叫做定所以叫做色、声、香、味、触的感触。感触哦，我今日触着，感触着，我触着啦，我足寒哦，我足热哦，安尼啦，迄嘛是咧讲定呢，叫迄种叫分辨啊。哦，色、声、香、味、触。法就讲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生啊，生妄想。哦，你这个妄想，妄想就家己生叫做法，叫做妄心成法，安尼对啦吼，安尼心叫做无清净，所以叫做六言色声香味触法。所以甲你讲，我文的内底当中的画像，一拢是音声相。哦，音声相包括即个叫做色声香味触个啦，六言的。平等如梦幻，平等，咱若要读《离金刚经》第23讲，哦，是法平等如和合。毋过即句话你看得较特别，感怪怪。迄个平等如梦幻，迄个平等，咱想要做梦是啥？梦幻，哦，迄个幻想的幻梦。但是伊讲，如果你若伫修学道内底当中，你的心有生着一个平等出来。迄个毋是平等，迄个梦幻的产生，迄是一个幻化的东西，迄无一个实相的物件，迄拢是一个电影。你即个平等的心，迄毋是你真正平等，你会生出平等的心出来，啊，做一个幻化。安尼听有无？就你家己要有俗的因内底，所以意识里头清净代表凡迄个物件内底当中，拢无这物件，不起性缘见，不起凡性见。伊嘛袂使起着你是凡人，你是圣人。凡人、圣人拢是分辨的，因为你自性中的迄个清净内底当中吼，就我拄则我进前捌咧讲啦，你当时真正信任你家己1000到天光的时阵，你有咧想哪有几工？哦，我即马做困啊，1000到天光有够好困。敢是啊？你入较带迄个当中，有咧想这无？我这物件无，你无做梦啊？你讲1000到天光，哦，迄有够舒服。我想咧问，咱就等下，你12几点睡？讲10点，啊，若10点你也袂真正起咧困，你啊都有知嘛，啊都知嘛，啊就知10点嘛，对不对吼？你10点几分叫入去，迄个叫入去梦中里头，唔知影。你入迄个哪，迄大约朋友你唔知影。迄当时你有一个想，你有一个想，你10点瞓咧，
问伊超市讲，你几点爬起？6点爬。我你毋是6点爬起来，你毋知6点，今仔看6点，你就思想是6点内底。但是你已经离6点，早6点起来，你已经离6点进入你就起来。所以进入迄个无我、无我、无执迄个当中，你入去了后，搁出迄个当中，无切面，嘛无去到即个环境境，嘛无作了反感。这个了全是因为了众生了解，当中了全是道理无义嘛。好，咱老祖当时去拄着迄个什么人？迄个什么啊？吴敬从呀，吴正，迄个进藏，哦，什么法师嘛吼？伊讲我不听无义，你有解释，你上不你毋知无义，何来解义？你毋知无义，要安怎解义？讲自会苗栗有关问题，有安尼讲无？因为自会的苗栗在这当中，无道理本意来，所以呢，当中不去。因为进入到无常的内底、观内底当中，嘛无好些物件来解释，好些物件来解释。咱今日这物件是讲讲，业不是贪，嘛也不是。这个业换一个解释叫做圆满无法、圆满无缺。这个业换一个解释叫做无常的大业、大解脱。无常的大解脱是拢是文字，你听无？我讲无常的大解脱，无代表我是无常的大解脱。我而且讲台北，无代表我是台北，安尼有听？毋是这种着咯，这个文字咧讲安怎做安尼讲，但是你要安怎做，迄倒是真正咧讲。你啥讲咧？咱这咧讲个道理，听道理了安尼，但是要甲做甲这个够无够？我讲，除了讲咱真正无功用去啊，无功用你听无？毋是无路用哦。迄无路用甲无功用，我过去甲讲过，迄无路用甲无功用是无相像哦。迄个无功用就是讲，你毋免你去功用咧啊，人要甲你骂你嘛袂生气，人要甲你叨叨你嘛袂欢喜，人要甲你安怎？但是你清清楚楚哦，你毋是无了解哦，你毋是完全是一个白痴的哦，毋是哦，你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但你袂起一切心结。迄个叫无功用。但是参照我咧，比如讲，即只船要达到究竟，比如风也顺，水也顺，因为你毋免再甲功用，你免再甲摇船啊嘛。你船甲踩来了后，水甲你流去，风就会来扫。咁就这个船，迄叫做无功用。我达到这个无功用的证处，你就是解脱。这个解脱毋是用文字咧解说。是你去证着，你去证到不公，安听有啦吼。所以呢，二边三这段，二边就是啥？正角道，正角道叫做两边嘛，左右嘛，哦，这两边叫做左右嘛，哦，右左嘛，这两边嘛，这个两边嘛，哦，是不是两边叫对立嘛？哦，对法就是讲，这边甲迄边，你真正自身内底当中无啥物件，这拢是无意象。三界观就是过去、现在甲未来。哦，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嘛，咱伫迄个《一本经》即本咧讲，三界有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言无，妄言无是即道地。哦，迄个什么过去即部地，迄个生死业分别点，我做话三界有心，心来讲过去心、现心、未来心，不可得。哦，那会讲三心不可得，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两边三界观就讲，你当你一面正边甲倒边，正边甲倒边，路面对立，你袂使执迷过去心，连着心未的心拢来断掉伊，袂使有这物件。哦，讲到这来，咱继续过来听。好，咱继续念啦吼。相应诸金庸。相应诸金庸，
而不起用想，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不起分别想，劫火烧海底，劫火烧海底，风过山上劫，风过山上劫，真常即灭落，真常即灭落，涅槃常如是。涅槃常如是。五经用言说，五经中言说，令你下下见，令你下下见，你勿随言解。你勿随言解。这个要读得富了，学读得富了，富逆抵消分，故逆抵消分，记得文以大悟，知道文结大悟，爱生结爱生奇啊吼，用用作义体。永欲作礼而体。吼，即马吼讲到遮来啦吼，这是最后一段吼。相应诸成经，你爱相应诸成，什么叫诸成经？你六根触六根，嘛生六识。六根叫干哪？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根。所以讲相应诸并用。今日若要甲讲起来，咱过去的时阵啊，伫迄个什么经验大地图，那是讲啊，这个基础一定用啦吼。基础一定是。啊，六根就是咧讲啦，就讲眼、基础一定是。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啦吼。啊，六根吼，色、声、香、味、触、法，吼，啊，生六识吼，生六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六根，咱的六根互清净，咱的六根若无清净，眼见色，耳见声，鼻闻香，这个舌闻味，身闻触，意闻法，后尾变成这个色走出来，叫做哪？叫做这个色跟色，你色，这个色咱来叫做分别，因为你目睭看到了后，你就分别出来；你耳听到，你就分别出来；你鼻仔闻到，用这个香草，你就分别出来；你嘴食到，你味你就分别出来；你身触到、感触到，你就领看感；你意心希望你就哪？你就饲了吼，这个哪发电化成啦吼，这叫做色吼。你就跟它产生这个色，啊，这个色叫做分别，吼，叫做分别，吼。但是伊安怎来讲？伊讲相应诸经，伊爱相应诸经用，这个六根，所以六根伊爱转哪？转清净。你会清净有了六根，所以因为每一天的内底当中有唱的讲，互相清晰微妙法，五经万法难做，五经见闻得受持，有这种话无？我解释来清楚。见，你目睭看到你是看电脑的；闻，耳孔你就听到这物件，伊是无讲到底下来。好。这个六根嘛，伊就讲了，你是目睭看电脑的，我一个看一本册的，人看到佛，人看到佛祖，咱看电脑，咱看一堆菩萨，苏东坡甲佛林啊，
本恁大所人内心的世界是准的菩萨，敢是？啊，疏通迄个内心的世界是无菩萨啊，敢是？咱看到，咱看到啥物件？咱看到清净，咱看到有了，咱有咱这个良心啊！你做金庸，你这个金庸是要用于正用啊，用于邪用啊，无用。哦，咱今日你拿目睭来用邪用，你叫做邪干；耳孔拿来用其他邪用，叫做你听声音、邪音。鼻啊，你今日去拿邪用，你爱去食迄个哦，迄个，哦，咱食素食的以外遐物件，好，鼻啊。所以这相对的触心触的，你去咧触哪物件？哦，为是好色的，就去拢去咧遐物件，啊，伊就是不管是嘛是咧想啥正面的。所以呢，讲你要取得经用，即根性内底当中，因即根性就对这字咧放者，迄个根，即摆来就是鼻呐，色。有无？啊，这叫做阿赖耶识，加落阿赖耶识。莫那识，莫阿赖耶识。莫那识。哦，这其实呢，这六识加着这两识就叫做八识。哦，啊，这个叫做六根，叫做六识，有无？但是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潜意识，潜啊，潜意识。啊，这个叫做潜意识、潜意识、潜意识哈。啊，这个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咱叫做哪？叫做咱的迄个哦，迄个盒子，嘛叫做大藏识、大藏识、大藏识哈，大藏识，所有物件从这个物件。啊，这个潜意识。就是因为这个意念了，这个潜意识无下伫你个心，嘛是你个分别咯。啊，所以这个人无介严重，伊虽然讲因为原来是叫做心意，这个叫做心意识。啊，心会指意，啊意若无介严重，袂差到你这个人，迄浅浅人，就跟人讲，我做一件代志，我不在意，我无在意啊，我无在意，这个潜意识，我无介伫心里。我袂记啊，迄件代志哦，我无在意，我无。但是因为你若有在意哦，你若做着下心啊，你的原来是即识来啊，即是叫咱叫做潜意识，你下心，哦，我听着心足痛，我听着一个心足艰苦的哦，啊，我听着一个到心足痛，啊，我听着我不然年纪拢困眠去，有你已经心痛。啊，心痛就因为你心脏的物件，你一件代志互你做兴，一件代志互你做欢喜，较久你嘛袂记得袂？啊，一件代志若无互你做兴，互你做在意的，你两三日放袂记，敢是安尼吼？所以一切物件就是讲啊，而且物件拢做来拢做这个物件。就是我过去甲你讲的，飞机的迄个儿子叫做飞行记录器。这飞机挂了了后，到底问题出对个所在？因为迄个迄个是拍的足清楚。咱这个呢叫做啥？生平记录器。迄只飞车发生代志有无？飞车发生代志就是咧找迄个证件，哦，一点个物件迄证件内底个记录较足清楚。拍飞就知，这只飞车，迄个司机我看到。迄台车行4秒钟，倒袂，迄足清楚的嘛，迄叫做行车记录器嘛，吼，所以行车不着问题，咱着车倒落去内底做记录，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行车记录器是叫正确。但是咱若有一个呢，咱这个或者呢叫大宗式，所以咱这个大宗式，咱若去到阳明天主迄个，若论去到阳明天主迄个所在，阳明天主来讲。来啊，看物件来啊！啊，看物件来就在咧看，伊一生在甲你看。即地你是镜片内底，你感觉了，你即世人所记的记录足清楚的。我们讲啊，迄叫做随身记录器。毋若讲咱夜头3手有些物件，
是，有信念，其实毋是有信念，只个家己是什么人咧家己？啊，虽然咱会知，但是以前物件哦，吼，伊讲但做尽量，你这较用着后壁这吼，这种愈方便，你这人个用写，去用经理家用写，你去了这落去，啊那安尼你就麻烦啦。用紧用熟，眼耳熟，无叫紧了叫做眼睛清净。耳仔听着声，无叫紧了叫做耳根清净。鼻仔若闻着味，你无去互迄物件用着，你叫做鼻根清净。喙若食着迄个味，你无因为爱挑食，你无这个用食多足，你袂叫迄个歹甲引落去，你的心情。你的意，若不管是咧想，拢是正能量，拢是清净，按这个六根清净。所以讲，这诸力量后壁义不起恶相。咱唔通是用的内底当中摕一个相起来，就是我拄则讲的，你触到电，触到肉电内底当中，你无有过一个黑白相，你黑白相就作侪问题出来哦。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你即个分别你足清楚的，但是你袂使搁生一那分相，你唔能当作。哦，鸵鸟心态我惨，我目睭无歹啦，你想当我毋知影，毋当你后壁，当时叫迄个鸵鸟心态者，你个鸵鸟带啥？啊，走无路，一粒头放到插伫迄草脯里，啊，心无烦，叫做鸵鸟心态。啊，咱今日就是讲，咱你分别一切法，你足清楚的，但是你无分别甲你用，无一切分别相甲你应用，你有法度应用的一切的物件，毋是一切的应用你。这个你听无？所以你家己有法度做你自己的主人。安尼，你毋通去互这声色，毋通去互这外口的这对你的心情无帮助，甲你影响去。所以天是怎么修养？修养啊，对咱的心性若无力量，对咱的心若无改变，对咱的心若无光明，你修这个会错干？咱毋是咧，咱毋是，我常讲的，修行甲修养是无相像。哦。修行甲修养，修养甲信仰是无相像，这无相像的境界。修养就是真正爱行远的，修养就是我家己修养家己的，我别讲话，我别做啥代志，这个人修养真好尔，毋是修行呢。信仰含修养都无相像安尼。信仰是讲我信这个菩萨，我来甲拜拜，我来甲拜拜，我足信伊。哦，人若咧，这个妈祖咧大老爷来创啊，我来甲动唱。哦，我著信妈祖，妈祖的老爷讲就在随娘顶来，迄个叫做随娘顶来拜拜，叫做对人拜，毋是安尼。我著祝敬妈祖，这是尊敬，一个好。但是因为伊对个心性无热情，伊无了解妈祖的精神。所以第七，修养、修养甲信仰是无相，这三样无相像。这有时间咱再来解释这物件所以今日白羊地主确确实实就是真正，咱们修改好了。咱后日啊，你著请西方咧，甲咱转西方，咧甲咱转南方，甲咱转北方，其实毋免这物件，因为你实在就爱脱啦。他这物件要创啊？我过去捌讲过啊。阮咧一个西方迄个嘛是正式讲，西方就带人咧真重要啊！你看西方话，你这书信就爱去甲带。你带拢无转去，所以毋知咱怎回答。世界就是安尼。是风俗，咱嘛唔使讲伊唔对，若都有这个需要，但是咱真正要有正觉、正确啊，要有真正了解。毋通讲教人咧变好做办。如果你若是到这个功夫到这个点啊，你若是这个据点啊，就讲你若有顶上这个功夫，结火成海底。结尾是海底风果山相结，即个就咱解释呢。如果你有到这个境界，这个世界落去，离迄个天翻覆地、天翻覆地啦，即个地球的大动作也无要紧啦。真上即个，因为你若他说我用达到咱拄则讲这个意境，因为结尾生海底，结
配小海底，这个意思讲，下底当中这个地球这个海底啊，它世界环境天翻覆地，就比如宇宙的地边对比啊，海底它世顶原的叫做这叫做世界，讲过上就是讲，迄个个渐性机人，你拄着迄个山崩地理啊，伊嘛上自在。而山崩地理内底当中，因为伊今仔日，伊嘛足准，因为今仔日行遐款，伊自在就该脱啦，伊无落入即个生死内底啊。六祖慧能，毋是六祖慧能啦，迄个当时不离金刚经伫迄个第几分啊？敢若伫迄个第14分啊。好，当时因为官利王。你甲迄个，即甲佛陀迄阵当时叫入着仙人的时阵，你甲接财身体时，迄是无我相、无理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作啥物可以讲？我有你是有接财身体时，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成身份，应成身份，我着先清醒起来。我伊伫迄段就讲得足清楚，咱看这简单，我量你甲。我手甲我骹甲剁骹甲剁手，分析。好，伊也袂惊，因为伊阵形成一啊，这两个出来。真相相信无？真相伊未考了，无人要甲抬骹，无人甲抬手，无人甲安怎？两个骹走起来，两个手也走，伊也要说实在。这个意境我讲咧到底，恁听咧到底话话啦。我恁听咧到底讲迄个啦，事实就是迄个啦。你有到底意境事实就迄个啦。即我甲你讲免听无，啊无咱佛道林金刚经里第14章讲出话，如来是真理者，是理者，如理者，不公理者，不义者，一再讲这物件。伊迄话人讲假，自大同自我雕的。所以你会了解，你我当达到明心见性，我当达到真自在内底当中，无论是天翻地覆，无论是你拄着什么个境况，你只要心安住会了。咱有阵咱人咧讲的时阵。会惊呢，会惊安全袂好势，会烦恼呢。听到生着人的世界无去人，吼，因毋是啊，要困着好啊，要看医生就去带，敢是安尼？是安怎？咱人拢有一个会教，什么人袂教你教我？但是偏偏是安怎对你唔知？这道理，你我当正确上有是，生生你咧讲起来。毋是一种的痛苦，因为死就是生的来源，生就是死的，吼，的来源，这是一个旋转嘛。啊，但是因为咱今日修的菩萨道，咱就要修解脱法，咱今日就要当咱老母娘，咱要当咱孙事，要当咱做事业来边啊。咱今后死，咱无死啊，啊后无死，我哋这个世间就比你迄个所痛苦的，咱当年也袂足快乐吗？袂定咱这个当年当中，咱后壁咱含咱东修啊菩萨，咱周期里嘛去啊，咱过去的前8项嘛拢去啊，咱电脑来去去啊，真正无遐来。啊，人生来较久啊有感情，啊，咱所讲毕竟迄感情放袂开你听无，所以咱就会了解，吼，真正到了真相这个到这个当中，你就袂互这一切你世间的生死烦恼，涅槃就是涅槃上。迄个涅槃的解脱就是安尼啦，无因为你的时空，无因为你的环境，无因为你的立场来改变你一个自性清净的。对你来讲起，你世间的生死的物件，你拢是拢无重要。哦，咱世间人看生死足重要，毋啊，咱当时咱佛祖甲咱就是讲世人生死之代，伊个讲的生死是有解脱甲无解脱的问题，毋是你讲这个肉体的生死。哦，啊，但是世人是证明这个肉体生死，但是咱当时五祖是证明自性的解脱甲六道轮回生死，这两种无相同的生死。所以呢，伊甲你讲嘛，了五级强元素，我今日吼强就是讲我强迫讲出来，我强迫讲出来的话，你已经下起来，我讲出来的文字。拢是一种的方法，听无？叫做方便法。我讲的话拢是实法，所以你要写有你无正见的念头，
你唔通把当做我讲的物件，拢总成分的物件，但是你无去做，拢就讨论。我早头金光景的第21分我就讲，由1年出来就刷70部分，哦，迄就已经感觉清楚。若做讲这物件，阿嘛就是真正到这个当中，就是你唔能够救这物件，你要进入你清净无量佛界，你无随便解，你唔能随着我的文意安尼解说，因为这种是文意。 伊就叫你啦，哦，妇女离消婚，就是讲你家己爱去用你家己头壳，你会当啉偌济，你会当开偌济，你就一偌济。比如讲，你摕我一包50分，这叫做你的。啊，你若想我解说，原文，爱听无？啊，这拢我的啦，这毋是你的啦。 啊，你若离我这内底哦，须弥之草根，你今日领悟你的30分，这个你的20分嘛你的，10分嘛你的，啊你若随我那个当然变成0分，哦，照抄的0分啦，现在考试哦，摕个照抄的0分啦，啊你若家己写出来吼，这就分数啊。但是有阵时咱体面哦，你那个100分嘛不一定啦吼。 或者你那方面的理解是作用嘛，吼，所以甲你讲，就是你唔通随着我的文意，我是今仔日就是手指月亮，我的手是月亮，你爱去体悟月亮是安怎形成的，伫做一个所在，唔是看我这个手在看月亮，唔是这个道理。哦，即摆来就是讲你爱甲你体悟，你体悟偌济，就是因为你的成就，嘛你的分数。 智道文技外，智道文技大悟，因为智道就文叫咱六祖慧的，甲开始这道理了后，哦，大悟好大悟啦，吼，啊无过去当中就拢哦，无了解大乘佛法，踊跃作业而去，哦，踊跃吼，哦，这个作业而去啦，吼，啊，就是讲因为非常欢喜吼，啊，伫这个内底当中吼，伫这个当中就是。 啊，会当讲来讲迄个所在，得到六祖慧能的这个这个开幕，你啊，这个踊跃非常的欢喜，啊入去，到尾去开始另外开始方面道路啦吼。这你这可能这部分咱是后壁无得笑出来，因为伊过去啦吼，会当得到六祖法拢去前去开放啦。刚才讲的就是讲，咱今日这点文书吼，咱有领另外一个所在开放就完了对啦吼。会使讲你得到法了后，你啊当规咧，啊你得到你那咱的修行了，咱都无出于作为啦吼，啊这嘛是帮助啊，所以过去的圣人、过去的仙佛、过去的菩萨。 过去的觉悟者，因就是安尼做，这是一个事实。啊，今日时间来到点半吼，啊，咱法呢面对嘛，我讲到这段啦吼，啊，即嘛咱这个后头咱规天书咧开始讲，即嘛记得诶所有即项诶拢总结束，哦，啊，即嘛咱讲到规天书，啊，过内底诶，当讲你即届过。 哦，你就拢了解道理啦，啊，即个道理了解道理的地位就完对啦，吼。啊，当然讲一而再再而三，吼，啊，慢慢持久。第三呢，我头头相将啦，吼。因为头头你若说讲，咱就讲讲来讲味，无味啦，吼。啊，头头若愈多吼，愈有味道是安尼吼。嘿，啊，就是道理。咱好，也最后祝福咱各位身心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健康。感谢吴田子为前导公，孙道公，一般消天了13公里前导一公，再一公，3一公，感谢吴田子为公。 孙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
躬，三鞠躬，足架前人一躬，纵架后前人一躬，足架前人一躬，坤道一躬，再一躬，三躬，足架前人一躬，纵架后前人一躬，足架前人一躬。好，大家完了，哦，晚安，感恩，感恩，感恩，